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修辭王國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學習比喻。比喻有明喻、暗喻、借喻，係一種修辭手法，通過聯想將兩種本質唔同但具有相似性嘅事物聯繫，用具體、熟悉嘅事物，即係喻體，嚟說明抽象、陌生嘅事物，即係本體。本體係被比喻的事物，喻體係用來比喻的事物。比喻詞但非必要，例如像、似、如、是、成為。一、明喻特點：本體、喻體、比喻詞：如、像、如同。結構 A 像 B。例子：他的笑容像陽光一樣溫暖。二、暗喻特點：本體和喻體同時出現，但省略比喻詞，改用是、成為。結構 A 是 B。例子：人生是一場馬拉松。三、借喻間接比喻。特點：只出現喻體，本體和比喻詞完全隱藏。結構：直接用 me 代替。例子：巾幗不讓鬚眉。巾幗借代女性，鬚眉借代男性。我們要保護地球。地球借代生態環境。